台南新华的演艺厅决定来征收，重新来启用，特别邀请到市长王伟哲为这个演艺厅来主持着重新启用的仪式。打来，这个表演团队有更加完善的场地甲设施，同时嘛为亚太管乐节来暖身。 为着要互新华演艺厅更加符合使用空间，市府文化局伫文化部前瞻计划、艺文场馆的整建计划补助经费之下，利用当外时间将舞台做一个改善。后台的扩建，包括准备区，包括演艺团体他们要做化妆、更衣，那以及这些临时道具的暂时存放空间的一个空间的扩大。 文化局嘛举行重新启用的典礼现场，由新华国小表演人狮甲新华国中的管乐队演奏，并且邀请市长王伟哲为演艺厅进行启用的仪式。我想未来会当提供予咱的大新华地区、大北港地区，甚至是延续甲咱的山区，真侪好的这个展览甲演出，会当伫咱的演艺厅来做。 另外，11月13要举行亚太管乐节有进行活动预告，邀请台南的乡亲做伙去斗热闹。